啱啱睇完嗰條製造木乃伊嘅影片之後，我又發現到另外有一樣嘢，都可以同大家互動下嘅，就係、眾神之殿 Blessing from Egyptian Gods 啦。呢度咧係俾大家去祈求一啲嘢嘅喎，不如我又同佢互動下先。我祈求好啦，就學呢樣咁樣啦，諸事興旺。諸事興旺出現嘅係歐西里斯，佢嘅簽文就係話復活與來世之神曾奇蹟般復活，象徵可為植物帶來生機。原來係咁樣，再嚟一次，試下第二樣先。當然最想嘅就係身體健康啦，不如就試下身體健康啦。身體健康會出現邊一個人呢？原來係伊西斯。身體健康嘅解釋就係治癒與母性之神，擁有療癒疾痛的魔力，帶來健康與安寧。帶來健康與安寧，真係個個都希望㗎。好，我哋又試另外一個先。今次我就揀飛黃騰達啦。雖然而家冇工做，希望將來都會有飛黃騰達嘅機會。我祈求飛黃騰達出現嘅人係，原來係荷魯斯，天空與王權之神，象徵統治整個埃及的強大王權。好，再試多一次。好，試埋最後一次啦。今次我祈求嘅係貴人相助啦。貴人相助係阿蒙啊，造物主，眾神之王，傾聽弱小者的聲音。呢一個嘅互動都幾有趣喎。下次有機會嚟睇呢個故宮文明展嘅人，自己都可以過嚟玩下㗎。拜拜。